大家晚安。小师晚安。今仔日吼，又拄着好学习嘛吼。我时间有准备按久吼，惊讲袂好势啦。所以吼，等下讲了无好的时阵吼，即咱大家啊吼，我感觉吼，咱会当甲互伊就提供一寡资料，互我今仔日要跟咱注意共同学习的讲题叫做。 这坐椅，因为吼袂晓讲啊，所以就来讲迄较坐椅的吼。你著无法的讲者就是修己心，学做人，无长进吼。无法呢，用即个讲题呢，为虾米无法？咱其实互我真正就是讲吼，为虾米？咱即个要修己心，其实第一就是讲吼，咱是拢啥？伫道场听着讲，咱要后摆要转去到有吉天，必须爱安怎？互我问啊？功德要功德。赵老师。功德功德。功德。将迄个副组长。 咱后摆要转去吼归阴灵母的时阵，咱必须爱伫咱在世的时阵爱修到啥物？讲完个。咱拢会啥讲一句呢？安尼敢了即句？咱是拢会讲，咱爱修3000功，对无？对，8个嘛。对不对？是。嘿，咱是拢会讲，咱必须爱修到。 3000公完800个满，咱才当回到无吉天。吼，其实，这个3000公就是咧，这3000公就是咧讲，咱的灵道之功，咱必须爱修1000。灵道之功。来呢，世道之功。 修1000，来就是天道之功修1000。这个有拍过，我有拍过，伊就袂当花时间咱了写的，就无文整去啊。所以就一来讲吼，咱的灵道之功修1000，世道之功修1000，天道之功修1000，安尼大概几千？ 3000公，3000公，那也不多啊。但是我来了解说，我来念，我也做，可以听吧？所以呢，先好就是讲，咱必须爱灵道之功，就是讲吼，在什么叫做灵道之功？我写到后边。灵道之功就是讲在于亲民啊，就是咱爱去亲民。咱大部分拢会拢想啥，拢会想着啥样在。灵道咱拢会想着讲吼，咱拢会听着句讲啥？灵道成，天道自然成，对无？咱拢是会听着即句话。讲书嘛，拢会是安尼讲，但是咱会感觉讲吼。 咱会真谢意，就是讲吼，灵道圆满，天道自然成。但是咱拢会感觉讲吼，灵道就是伫咱的家庭，对不对？咱讲咱的家庭吼圆满，咱的家庭做偌好，那安尼，咱天道自然成。其实，咱的局限毋是伫咱的家庭，咱的灵道实是包括着咱的周遭，搁包括咱的同修。咱的同修敢是人？是啊，人甲人会相处，敢是就是一种道。所以灵道毋是单是伫咱兜尔吼，毋是咱兜圆满哦，是咱甲咱的同修，甲咱的伫职场当中，叫咱的啥同事，伫道场叫咱的同修，朋友之间，咱拢爱达到圆满。
道圆满。咱灵道若无圆满呢，咱来道哦，你都无圆满啊，咱后摆要咱当到遐圆满。啊，所以互我真正就是讲吼，迄落迄啥，我明伊电话思考讲，咱在道场若无圆满，当伊无论在咱在世，咱的功德偌尔大，当伊头一件代志，咱就是爱先关天的。 这乖乖会办，做会讲，因为安怎讲，咱嘛知影讲吼，功过不能相比啦。你搁做偌济功德，但是你有过，绝对无可能讲吼会当功过相比，一定就是你的过爱先了吼，先甲你来讲出发了，安尼才会当来当用你的功德嘛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学学呢，头一个就是讲。 修机心，头一点，为虾米讲要修机心呢？咱白水圣地呢，有讲一句话。 白水圣地讲讲，修己以安宁，吼，自身无修无得，难以感动人，互愿天意。为虾米？咱白水圣地会讲即句话呢？因为咱有一句，先不甲讲一句讲吼，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；你若无领，天也无奈，对不对？咱若精彩就是讲，是一个人，为虾米讲爱修咱己，咱家己的心？ 咱就做高经嘛，讲一句讲，心平何乐其改，明德何有心相。伊即个讲嘛是咧讲咱的心嘛，咱的心若平，为虾米心会无平？因为咱无甲家己的心摆平，咱的心无摆平，咱拢想要安怎？咱拢想要怎啊？摆平别人。但是咱将来呢，拢无想要摆平我们自己的心，咱就是要摆平别人。 若一句话吼，还一件代志，咱想无论别人讲的，对，若对咱自身的吼有关系着咱的，咱头一个一定是想讲，为虾米咱会讲一句话？为虾米咱要做这个代志？吼，咱头一个念头是拢安尼想，因为咱就是无甲咱的心摆平，所以咱的心就起伏。所以白水圣地讲，咱来修己，甲咱的心。 吼，修啊平，然后呢，咱是有法度安宁。咱得必修平，咱才有法度把自己摆平，才能摆平别人嘛。吼，咱就是咧看人，所以古代讲，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；你若无影，天也无奈。因为咱无把咱的心摆平，你就无影嘛。吼，所以，胡歌讲过一句话：，咱想想无影会战胜什么？ 无常，那种讲人生无常，但是我们知道人生无常，我们有无明啊。无常由哪里来的？无明。对嘛？无常就是无明来的啊。咱人若无无明，咱会无常。所以人讲啥物上大？无明上大啊。哦，安怎讲无明离心离气啊？离无常，离无常由无明离气啊。所以呢，互我伫。 本经典呢，伊写讲吼，啥物人上界有资格通去做阿修罗道？无明啊！伊讲咱修行人，咱修行人上界有资格做阿修罗道。阿修罗道就是完全就是拢有捌道理的人呢。伊阿修罗道是伊知影道理，但是无法度通安怎摆平自己的心，因为伊无法度去避开魔的。所以啥物人上，伊就不大甲咱问讲。
啥物人上界有资格通做阿修罗道？伊问啊，结果伊搭佫甲伊讲后壁佫一句讲哦，修道人上界有资格通做阿修罗道，迄个啊，因为阿修罗道伊做捌道理，咱人认为讲，迄大教师有够捌讲道理的啦，伊后摆一定成佛的，未必然嘞，因为伊咧讲讲好听，伊家己无一定吼，有对内心，伫遐有对迄个内心去家己修持啊，伊只不过是讲好听尔，啊，所以呢，进前我到前面有讲迄个啥物啊？迄个青岛迄个崂山迄个杨正堂诶，所以讲啥物人诶功德上大，大人诶功德上大，伊才会来讲讲师诶功德上大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呢，咱来看哦，迄个正经起来讲啥物人哦，无是正经起来讲啥物人讲课会功德回向，无伊无爱咧。啊，为虾米伊来讲大人功德无伊就甲你讲好？哦，所以就是讲哦，做讲师的人虽然讲甲真正会当啥物啊？啥物啊？口吐莲，口吐莲花，但是伊心里必定是莲花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伊是要讲好做，家己无一定有做啦。啊，所以人讲不带人讲，不带人讲哦，讲修道人上界有做样做阿修罗道的人啦。啊，所以咱就感觉讲，啊，咱是敢是爱净体？为虾米讲修行的人，若无去依定，若无修家己的心，后摆就是为阿修罗道去。哦，听一讲惊一个呢吼，啊做介啊济啊，后摆对阿修罗道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啊所以呢，所以为虾米会讲吼？伊遮讲吼，人伊自身无修就无定嘛。因为人讲内修是定嘛，啊外面是空嘛，吼，啊所以咱修行人嘛袂使讲咱家做一项啊，吼，内修是定，吼，啊外面是空，拢嘛就是为虾米人会讲，古拢甲讲空定圆满，咱嘛袂使讲家修咱家拢做外的功夫啊，啊拢无修咱家己啊，啊无修家己，咱就是意义无变，就是无法度通改掉，啊所以呢，就是甲讲自修无定。自身也无修道无定啊，难以感动啊。所以人讲，咱要感动一个人，敢是道理讲甲足好会感动？是，有迄大部分，吼，足侪人是为做会感动啊，是为伊的举止行动，吼，去感动啊，互人感觉讲，哦，即个人会啥物啊？伊的身躯顶有啥物？有道。啊，所以人讲哦，我之前我听下啥物啊？听着一个讲，啥物人拢袂晓讲道理，但是伊度足侪人。迄啥物人？咱个过去个啥物人？伊袂讲道理，但是伊度足侪人嘿。所以，但是迄是以前啦，迄是以前啦。啊，若咱真呢，嘛是着，咱真着是爱内外双修啊，对不对？咱内外人无相修，咱着无法度感动人。因为你若修到足好，但是你无做到。迄叫做啥？独善其身啊，吼！啊，咱就是咧独善其身，跟人间三面相，甲咱家己是无好，吼！咱做一个道德标杆，吼！啊，所以咱若无有时咱家己自身修了无好，啊，咱难以感动人，咱就会使怨天尤人。我做遮济为虾米？吼！我咱无法度感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讲，为啥咱无法度感动？即句话讲吼，咱人若真正有修，就是要有那个高度嘛。有修就有咱人的高度嘛，吼。啊，咱人有高度的话，咱看，人讲人若没有高度，就是无咱是咱家己迄个心。你一件代志，你看到的明明的一件代志，你看到了前世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咱人若无个，咱人，我讲对讲，人若没有高度啦，吼，看到了前世问题啦，啊，人若没有格局啦，看到了前世鸡毛蒜皮，在道场当中，敢会因为一点点的代志，啊，就搞得机会股票，嘛是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咱听到看到，只想摆平别人，不想摆平自己。啊，所以我这，我看到这到家里修机心来
互咱做一块一块，吼，啊来就是学做人。为什么讲学做人？人讲人两岁是真简单对无？人的字真简单，但是呢，拄甲咱讲人字很简单哦。为啥物甲伊讲人是物？即字是物足简单两话，但是却是咱天分，就是讲互阮人，哦，就是讲咱世间人，却是乾坤一辈子要写的字，爱学的字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有一句会甲伊讲，咱来做代志，会晓做代志的，若是赢一次。对不对？你若讲无做代志，但是代志一件尔，你晓做代志，代志嘛是一件一件，无可能你有法度同时会当完成几来件代志，你嘛爱一件代志，你甲完成。所以伊讲哦，会做事赢一次，但是会做人赢一次。会晓做人赢一世人，会晓做代志的人赢啥赢一摆。啊，你是讲你会晓做人的，啊，所以人讲不以为争。无甲人争啦，做人就成功啦。啊，所以为虾米会讲吼？为虾米要学做人？所以互我之前讲吼，咱拢常听讲书甲经书，比讲以身辅导，先结人缘。为虾米？伊安尼讲？伊讲咱修行人来讲，要是以咱修行来讲啦吼，咱修行要有所成就，除了咱家己拍拼以外，敢莫需要外个前必先，甲咱提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甲咱指导，所以对一般人来讲，咱的人际关系若好，事实咱咧做行做事半功倍。所以无论讲咱修行还是处世为人呢，讲结善缘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好，我要讲到这好。不了，谢谢。好呀，谢谢。